你哋知唔知道點解中秋節要食月餅嘅呢？原來月餅唔單止係一個甜品，仲係有中秋文化嘅故事。一開頭，月餅係用嚟拜祭月亮，因為佢嘅形狀圓圓地，好似月亮咁樣，代表團圓同埋美滿。後來月餅仲同歷史有關，相傳喺元朝嘅時候，有人將起義嘅信息收埋喺月餅入面，大家分月餅嘅時候就會收到秘密嘅通知，最後成功推翻咗元朝。雖然呢個係一個傳說，但係令到月餅多咗一份特別嘅意義。今日嘅香港，中秋節一家人坐埋一齊，一邊食月餅，一邊賞月，寓意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幸福團聚。所以食月餅唔單止係應節嘅美食，仲係分享親情同埋傳統嘅一部分啊！